開平赤坎古鎮與賣豬仔嘅歷史。上個月我去咗開平玩咗2日，因為咧嗰度咧有個被譽為咧萬國建築博物館嘅地方赤坎古鎮。呢個有350幾年歷史嘅古鎮，最初只係一個地道嘅中國傳統小鎮，不過大概100年前開始，慢慢融合咗中西文化，混合咗哥德式、巴洛克式、新古典主義、南洋風同中國傳統建築元素咧，變得好特別嘅。行喺條街上面，好似穿越咗唔同時代同文化，感覺真係好神奇嘅。呢次嘅旅程咧，令我對呢個古鎮嘅歷史咧有更深嘅認識。對我嚟講咧，赤坎古鎮又熟悉又陌生，因為呢度咧就係我家鄉，亦都係我爸媽出生成長嘅地方。雖然我唔喺度出世啊，但係細個聽長輩咧講過好多關於赤坎嘅故事咧，所以咧都算有啲印象啦。以前我都試過以遊客身份嚟過幾次嘅，但係嗰陣嘅赤坎咧好殘破，唔少屋都荒廢晒。自從2007年6月開平碉樓與村落入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名錄之後，呢幾年呢，赤坎又開始修復，仲變成咗個度假區。於是我就再翻嚟呢，希望可以親身感受下獨特嘅文化建築，重溫當年嘅繁華。呢趟旅程呢，令我對家鄉嘅歷史同文化都有更深嘅體會。而家嚟到赤坎古鎮呢，我覺得修復得幾好嘅，大部分古建築都保留下嚟嘅。雖然呢，為咗發展旅遊呢，而加咗啲現代元素，咁例如高級酒店同大型表演場地，多少帶啲商業味，但呢啲都係發展上呢難免要取捨嘅事。對我嚟講，而家嘅古鎮變成度假區之後，雖然外表好靚，但係感覺少咗一份生活氣息，只能睇到建築表面，唔太感受到當地人嘅日常。不過總好過以前繁華淪為廢墟，至少而家以另一種形式保留咗生命力，吸引到更多人嚟了解同欣賞佢哋嘅歷史同文化。今次嘅旅程呢，雖然喺古鎮逗留嘅時間唔算太長，但係讓我呢對呢度嘅過去呢有咗更深嘅了解。赤坎古鎮呢，除咗擁有獨特嘅建築呢，仲承載住呢華工賣豬仔出洋嘅歷史。或許因為赤坎係我嘅家鄉，小時候聽長輩講嘅故事，加上從電影同埋書本中獲得嘅資料，我一路都喺心裏默默記落嚟。咁呢次參觀後呢，我又從各方面呢獲取咗更多嘅歷史資料呢。請容許我呢喺度為大家講述呢一段關於呢度嘅歷史嘅。如果你有興趣呢，請繼續聽落下啦。清朝末年嘅政治腐敗，內憂外患不斷，社會局勢動盪，百姓生活好艱苦。嗰陣時呢，好多北方家庭呢，因為政治同經濟原因，冇辦法留喺原地生活，只好南下揾出路。不過開平同附近地區本身生活條件已經好艱難嘅，咁加上有大批北方移民湧入，生活資源更加緊張，結果經常爆發所謂土客械鬥。土子原本住喺開平嘅土著人，客就係北方嚟嘅客家人。啱啱喺呢個時候，美洲同澳洲一帶發現咗好多金礦，需要大批勞工開礦築路。由於黑奴貿易開始被禁止，華工就變成咗西方國家眼中廉價勞動力嘅首選。開平因為近香港同澳門兩個大港口呢，自然成為主要嘅人力來源地。嗰陣香港、澳門呢都有好多所謂豬仔館，即係專門幫人介紹出洋做工嘅中介所。據講19世紀後期最旺盛嘅時候，多達300間呢啲豬仔館，成日用啲花言巧語呃人，例如話去金山揾金條，幾年就發大財，做苦力好輕鬆咁，令到好多窮苦農民信以為真，甚至有啲人明知係呃人，都為咗戶口硬住頭皮簽約出洋。咁所謂賣豬仔其實就係簽一份苦力合同，賣身去海外打工，但係實際上已經變相變成人口販賣。華工透過豬仔館被送去美洲、澳洲等地做開礦、修路之類嘅重活。咁呢段賣豬仔歷史咧，可以話係華人歷史入邊一段相當沉重同心酸嘅篇章。從1850年代到1890年代係賣豬仔最盛行嘅時期，大量華工經豬仔館賣身出洋，表面上好似有勞工契約，但係出洋時1蚊都攞唔到，仲要背起豬仔館好多債務。嗰啲合約呢，寫滿各種費用條款，乜船票費、介紹費、住宿食飯費都要收，令華工未出發就已經欠人一大筆，仲要到海外勞苦還債，真係好慘。但啲華工簽咗所謂嘅賣身契呢，就等於將自己嘅命交晒俾人，只能任人擺佈，默默咁忍受命運。之後呢，佢哋被安排上船出海，嗰啲船呢，通常都係由貨船呢係改裝而成啊，勉強整到啲可以俾人住嘅位，環境極差。咁上船之後呢，大多數華工咧都被安排喺船底貨倉，成幾百人擠喺一齊，日夜只能瞓喺地板上。倉內又臭又焗，空氣唔流通，伙食好簡陋，飲水又唔夠，衛生條件惡劣到極點。有人病咗都冇人睇，萬一爆發痢疾、霍亂之類嘅傳染病，成個貨倉都陷入恐慌，病死嘅人會被直接拋落海。呢段航程呢，往往要坐幾個禮拜甚至幾個月啦。
啲華工咧就禁困喺又黑又窄嘅船艙裏啦，與世隔絕，冇自己嘅自由，只能靠懷念鄉下同家人，或者幻想下未來嚟撐落去。漂泊咗咁耐之後，能夠捱到岸嘅華工，無論去到美洲、澳洲定係東南亞，都發現等住佢哋嘅並唔係新希望，而係另一段黑暗。啱啱落船呢，佢哋即刻就被中介或者洋行分派去做各種苦力工。佢哋被要求嚴格依照賣身契去做工，契約期呢一般要5到8年呢，期間呢幾乎冇離職自由嘅，大多被送去種植園啊、礦場啊、鐵路建築工地同碼頭裝卸貨物嗰啲係最辛苦嘅地方。每日又熱又危險，礦場、鐵路工地事故成日發生，冇乜安全措施，隨時受傷或者出事。咁至於人工，大部分都俾中介扣起話要還旅費、介紹費、食宿費之類嘅錢啊，真正落到華工手上嘅好少，甚至唔夠維持生活。有啲中介同僱主咧，仲會利用佢哋唔識外文、冇地位嘅弱勢地位，千方百計加重債務，令佢哋變相做咗債仔奴。住嘅地方咧又逼又污糟，食物差，冇乜醫療照顧，仲要面對白人社會嘅種族歧視同埋排斥。喺呢種壓力下咧，身體同精神咧都好容易崩潰嘅。好多華工咧仲未捱到契約期滿就已經病死咗㗎啦。華工嗰啲人工大多數都要攞去還債，中介扣完一大堆名堂，例如旅費啊、介紹費啊、住宿費之後咧，佢哋手上剩低嘅錢咧其實真係唔多。不過華工仍然會慳住用，盡量將啲積蓄寄翻去家鄉，幫屋企人過日子、買米、交開支。嗰陣時咧，僑匯變成咗好多家庭賴以為生嘅唯一希望。呢啲錢係經過咧華僑組織啦、中介商行啦、同信局等嘅渠道咧轉匯翻嚟啦，形成咗一個咧好複雜嘅跨境匯款網絡。從美洲啦、澳洲啦、東南亞咧寄出嘅款項咧，一層層轉手啦，最後咧先送到咧廣東鄉下嗰啲村落入邊嘅。因為開平好多年輕人咧都買豬仔出洋打工，鄉下幾乎剩翻老人、婦人同細路，呢啲留守家庭生活好艱難，靠耕田、養雞鴨同整手工為生。啲婦女唔單止要落田做農活，仲要打理屋頭細務，變成全家嘅支柱。老人就靠微薄嘅體力勉強過日子，又要幫手睇下細路、整下雜務，因為勞動力唔夠，生活條件自然好差，糧食經常唔夠食。好多女人變成咗留守婦女，每日都喺孤獨同惦記入邊過日子，唔知丈夫仲生定死，經濟壓力又大，佢哋只能咬緊牙關支撐住屋企。啲老人呢，就日日夜掛住喺異鄉嘅仔女，盼望佢哋有一日咧可以平安翻嚟㗎。雖然呢段時間令到家族間嘅感情更深厚，但係生活入邊嘅困苦同埋煎熬，亦不停考驗住佢哋嘅毅力同埋堅強。幾經多年辛苦，好多華工嘅賣身契終於期滿，成功還清晒債，總算重獲自由。到咗呢個時候，佢哋可以選擇離開做咗咁耐嘅工，或者繼續留落原本嘅位。雖然收入仲係唔多，但係佢哋依然咧係拼命慳錢，把啲積蓄咧係寄翻屋企，幫家人過好啲嘅生活。同時咧都為自己將來無論係想翻鄉咧，定留喺海外落地生根做好準備。有啲華工開始試下自己做生意嘅，多數選擇啲入行門檻比較低嘅行業，例如開雜貨鋪啦、洗衣店啊或者餐館啊之類啦。呢啲生意咧唔使太多本錢，風險又相對細。隨住佢哋經濟狀況慢慢好轉啦，寄翻鄉下嘅僑匯都越嚟越多嘅。呢啲錢唔單止養活咗屋企人，仲推動咗開平家鄉嘅經濟同公共發展，好似興建道路、學校、醫院咁，令社區變得更加繁榮同現代化。不過隨住大量僑匯流入，部分華僑家庭生活改善咗，積累咗一定財富，但開平地區個時呢又出現土匪橫行嘅問題，社會唔太安定。由於年輕力壯嘅男丁大多出洋去咗村入邊，剩翻啲婦女、細路同老人，防衛能力大減。土匪成日入村打劫綁架，甚至連學校都唔放過，搞到僑眷人心惶惶，性命財產都受到威脅。面對嗰陣艱難嘅環境，多得華工寄翻嚟嘅僑匯帶動咗經濟改善，村民就開始湊錢起樓。有啲係村入邊嘅人一齊集資，有啲就係啲喺外國發咗達嘅華僑翻鄉後咧，用自己嘅錢獨資興建碉樓。咁呢啲碉樓咧主要係用嚟防土匪，牆身好厚，窗好細，仲有射擊孔。萬一有事咧，全村人都可以入去暫避一齊對抗盜匪。除咗防匪之外，碉樓仲可以防水防災，因為咧開平地勢比較低啦，一有暴雨咧就容易水浸啦。啲高高聳立嘅碉樓咧就變成村民臨時嘅避難所啊！呢啲碉樓唔單止係實用咁簡單，佢哋融合咗中西建築風格，代表咗村民嘅身份、眼界同埋財力，亦都象徵住佢哋嘅家族精神同埋村落團結。碉樓屹立喺村頭村尾，好似默默守護緊全村人，代表住堅毅、勇氣同希望。
對村民嚟講呢，碉樓唔淨係一道防線，仲係一個象徵住鄉土情、共同努力同團結互助嘅精神堡壘。咁後嚟咧，開平一帶咧生活慢慢咧穩定落嚟，咁僑匯咧令當地咧越嚟越富裕。嗰時無論係返鄉嘅華工咧，定係繼續喺海外揾食嘅人咧，都會匯錢翻嚟建屋啦，發展家鄉。因為佢哋喺西方住咗好耐，希望可以將外國嘅建築風格帶翻嚟。不過咧，要請外國工匠嚟幫手做工程咧就唔現實，所以咧佢哋帶咗圖紙同埋設計翻嚟，由精通西方建築理論嘅華僑幫手研究，將哥德式、巴洛克同古羅馬風格融合入碉樓嘅設計入邊，令呢啲鄉村建築變得獨一無二，既有洋味，又保留住中國傳統嘅味道。嗰陣時咧，專業工程師唔多，不過華僑承包商咧同本地師傅咧就真係通力合作，用口傳身教嘅方式咧一齊起樓。雖然冇詳細圖紙，冇嚴格工程監督，但出嚟嘅效果竟然好出色。慢慢就形成咗一種無圖冇嚴格工程師，但成效顯著嘅獨特建築風格。到最後，本地匠人咧仲喺傳統嶺南建築手藝入邊，例如泥塑啊、木雕啊、石雕啊、磚雕等等，融入咗西方建築元素，整合出而家開平獨有又充滿個性嘅洋樓風貌。咁嗰啲洋樓咧喺設計上都考慮到開平啊熱帶氣候同街道需要啦，所以大量用咗騎樓結構啊。咁騎樓可以擋住咧強烈嘅太陽光，為行人提供遮陰位，仲減少熱氣，等大家咧可以喺走廊下咧歇一歇啦、涼一涼啦，令個街道咧感覺更舒服啦。呢啲連成一排嘅騎樓街咧，密度高但係有序，不但令交通更暢順，行人行得方便，連搬貨做生意都更容易，對當地生活同埋商業發展都有好大幫助。咁啲騎樓建築唔單止展示咗開平嘅地方風情，亦體現出華僑嘅設計智慧同創意。雖然喺西方世界都有類似騎樓嘅設計，但係數量唔多，所以開平嘅騎樓街就更加顯得珍貴又有魅力，係一段極具歷史價值嘅見證。至於開平縣城入邊嘅赤坎鎮，嗰度嘅騎樓同洋樓最出名，大部分都係20至30年代嗰段黃金時期起嘅。呢個時期正係當地建築發展最旺盛嘅時候。當時赤坎鎮嘅關氏同司徒氏兩大族咧，就為咗展示家族實力同名氣，大手筆咧喺鎮入邊咧投資興建咗大批騎樓與洋樓，將中西風格融合得恰到好處，成為今日赤坎最具代表性嘅風貌之一。赤坎因為靠住潭江呢條水路而變得繁盛。喺最興旺嘅時期，元江一帶差唔多有600幾間騎樓，綿延成3公里長，形成一條壯觀又氣派嘅騎樓街。呢啲建築融合咗巴洛克、哥德式同嶺南傳統等唔同風格，設計多樣又互相呼應，令到赤坎成為全中國騎樓分佈最密集、風格最豐富嘅代表性地區。不過，由30年代開始，隨住現代陸路交通慢慢興起，水運嘅重要性開始下降，赤坎作為水運樞紐嘅地位自然受到衝擊。公路建好之後，三埠同其他地方起勢發展，赤坎呢就一步步被取代。咁後來呢，開平縣城遷出赤坎鎮，赤坎失咗行政中心嘅地位，令成個城鎮嘅經濟活力同人口吸引力都大不如前。咁再加上戰亂啊、係抗日戰爭啊、國內局勢動盪啊、咁經濟變化等等原因啊，令到好多華僑資金同人才流失，投資減少啊，屋又冇人維修啊，慢慢令呢個舊日繁華嘅古鎮逐漸式微。近年呢，隨住大家對文化遺產保育嘅重視，赤坎古鎮再次受到社會關注。當地政府同埋專業團隊咧陸續展開修復工程，致力保存騎樓街同洋樓群嘅原貌，修補受損外牆同埋結構，盡量保留原有嘅嶺南風格同埋華僑特色。同時，赤坎亦正式納入開平碉樓與村落世界文化遺產嘅一部分，令佢嘅歷史價值同國際知名度進一步提升。除咗收樓之外，赤坎仲積極推行古鎮活化計劃。舊騎樓有啲改裝成咖啡店、文創小店、展覽館同埋特色民宿，吸引年輕人同埋遊客再度走入呢條古老街道嘅。好多電影同電視劇都喺呢度取景，咁令到赤坎多咗文化氣息，又重拾佢經濟活力。昔日因為水運式微同戰亂而沉寂嘅赤坎，今日正用另一種方式重新，既保留住歷史痕跡，又注入現代文化嘅新氣象。站喺修復好嘅騎樓街上你仲可以感受到昔日華僑嘅輝煌同今日嘅新活力，新舊交融嘅氣氛，正正就係赤坎古鎮最動人、最令人着迷嘅地方。